台湾的外岛，唔但风景甲本岛有真大的差别，连历史甲人文嘛，互你感受到无同款的风采。像安尼饲法，你用有400几年啊，安尼哦， 400几年。我们一定要用龙眼素去熏这个。很好吃。伫咧旅途当中，走访各地美食佳肴，互我深深体会到，伫咧台湾的四周围，有亲像点点天星的岛屿，是安怎伫各地散发出闪烁的光芒。就请大家对着我的脚步，做伙来探索咱的城、咱的市、咱台湾的美。